牛精好有順利，美麗星華全部馬不準備妥當，第8場3班1200嘅短途賽事準備，好爽脆有啲扭計喺閘入邊，準備。 隨時起步㗎啦！我哋一開閘嘅時候呢，咁啊見到明舵主首先彈出啦，中間牛精好有內欄呢，就係呢隻呢旗幟鮮明，3隻都喺前面㗎啦。最出有美麗星華，中間明興寶寶、寶城之星啊，再後邊嘅馬匹就係呢隻戰士內欄黑色衫嘅白鼻箍啊，最出藍衫有卡卡大師啊，中間大行情啦、幸運才子啦，咁啊同埋呢內欄有8起㗎，後多少嗰3隻馬啦，光輝之星啦，咁啊仲見到呢就係呢隻好爽脆啊，暫時包尾呢就係嗰隻心理學家嚟㗎。好啦，轉彎中間啦，牛精好有貼咗欄放㗎啦，美麗星華第2位啊，內欄第3有旗幟鮮明，中間明舵主啊，響出邊有明興寶寶啊，最出仲有卡卡大師啊，再跟住後邊呢就係呢個幸運才子啦，內欄黑衫呢仲有呢隻戰士㗎，大外檔粉紅眼罩大行情，再後邊先見到寶城之星啊、8起啊，同埋呢個呢就係光輝之星嗰啲馬，鬥到嚟最後200米啦，牛精好友呢咁啊佔先咗多少㗎啦，咁啊見到呢中間有美麗星華追緊佢，內欄呢就係呢個旗幟鮮明，再跟住後邊仲有明舵主，最後100米牛精好友仲係佔先，但係埋邊嘅旗幟鮮明逐步大步佢攬贏咗佢，再見到中間位置美麗星華，最後100米牛精好友又上翻嚟，究竟係呢隻呢旗幟鮮明定係牛精好友贏好接近啊？第3名呢就係呢隻美麗星華呢就好似機會高啲啊，內欄就係呢隻旗幟鮮明，但係呢隻牛精好友好似俾人過咗，終點前又壓翻落去啊，接近終點要影相啊！有得影嘅入面定出面咧？好刺激，好刺激！哇，好刺激啊！嗱，呢部牛精好又過翻，旗幟鮮明，跟住係咪牛精啊？哇，都好似係牛精多，睇條線嗰個頭突得出嚟就好似係啦。好似，不過好似啫，都係係啦。第3名係美麗星華啦，第4名真係鏟隻嗰個九寶上嚟啊！哇，前邊有前邊鬥，後邊一堆馬，呢兩隻啊真係鶴立雞群㗎啦，2.7倍啊！哇！真係係嗰步㗎咋，牛精好友之後嗰步又再輸翻㗎啦。咁啊有一隻隔離嗰隻寶城之星啊，執到冇辦法啦，人哋嗰隻跑1650。係，其實明興寶寶都唔夠快㗎。明興寶寶沿途3碟啊！即係其實點解我有掙扎過呢隻馬咧？呢隻馬其實今日拉出嚟個樣係幾好睇嘅，但係個問題就係。唉，你又諗咁嘅檔位啊，再加埋啊，剩翻幾分，佢會唔會減埋落去咧？其實今日佢算跑得唔錯㗎啦，以佢沿途走嗰個位。非常好添，如果繼續跑呢啲路程，對住呢紮馬，反而明舵主就好似真係睇晒俾佢嚇。嗱呢組馬咧，你走到呢度咧，你睇到嗰堆馬咧，其實都咁近，包括啲中距離嗰啲寶城智星啊，已經戰士不嬲係留前鬥後㗎。但係都有喺前面嗰堆距離都係3個馬位，即係話俾你聽個 pacing 係慢㗎，慢得好緊要添。咁啊，如果大家鬥爆嘅，梗係前面嗰幾隻，梗係上風啲㗎啦。哎呀，連呢度都有啲緊迫嘅，旗幟鮮明，不過都開翻俾你啦，開翻俾你，然之後就係呢幾步過啦。呢度啊，如果有啲支捉啊，就睇下邊個唔好彩㗎啦。如果大家碰落，哇！蔡明紹學足師傅啊，淨係分疆咋？淨分啊，立得好緊要。咦？但係未 weigh in 喎，點解咧？可能嗰度有少少嘅，睇好少係啦，好少嘅緊迫嗰度。睇清楚，就影響唔大嘅。跟住之後都開咗個位俾你，同埋你係俾人 fight back 㗎嘛嗰度。